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系王小 K。我哋系来到屏东嘅主天乡，我后背看到咧系塔塔讲，了解咧系两江海哦。其实屏东平壤嘅水呢，透过系动线动强力嘅，不过呢，呢啲冇全台湾最多学主冲嘅就系到屏东，总共有1700冲哦，有220万条嘅猪儿安岛，来到猪儿鸟所排出嚟嘅欧洲水条冲烟类对。动体嘅生态环境造成嘅热态嘅负担，多大采体嘅居民佢哋上嚟到國家嘅辦法律改變安樣嘅環境問題，政府方面又有嚟到嘅政策，希望老了到澳洲水做啲變化，變做對農業有好處嘅配水。全面大會見到到了，求到大家強關心，眼皮去到恢復現場。好，你下來到討論嘅現場哦，真見大家都東關心大家議題。提前為大家紹介來參加嘅來賓有哪條啥呢？提前紹介係印尼環保署水保處的副處長劉瑞祥。大家好。第二位來賓，印尼紹介係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嘅局長盧台英盧局長。各位大家好。第三位來賓，我們介紹是我們的台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的理事周克任。大家好。第四位來賓，我們介紹是高雄農改場的前廠長林景和。大家好。分享，容我講，這個屏東平原長期以來會受到這個所謂的畜牧廢水之苦呢，原因就是我們的屏東縣的養豬養牛的畜牧場的場數是全台灣最多的。你看到你係去年嘅最新數據啊，吼，全台灣你下嘅肉豬從大概有7000人衝，嘅肉豬啊嘅量吼有540萬條啊，大概係台灣人口嘅4%咧，吼。我看到在全台灣的各個縣市裡面，我們屏東縣就係排第一嘅。你話全屏東人嘅肉豬衝有2700人衝，看看呢肉嘅豬有220萬條，我們全屏東縣嘅人口90萬3人田，所以也就係講到屏東咧，你話豬啊吼係比人罕較多嘅。啊，佢你看到，對你個屏東人來講啊，你個好白水，佢最主要嘅污染來源有60%，都係從你個所謂嘅畜牧污水所產生嘅。你個東公海東涌，東港溪有44公里，沿線流過許多的鄉鎮，每個鄉鎮大概都100場到300場的這個養豬場，係講你要豬飼豬鳥冇好好處理，就會對那個水產生比較大的負擔。你看下邊個樣片，到底吼？民眾、地方公民跟社區是怎麼樣想來翻轉這個形勢，來主動關心我們的清水環境？看個水都低啊，讓都市縣離過嘅閘啊，人都查一通。最近主事鳥處理池肉豬業者無奈何講，你今年引起大家重視環保，畜牧業土地防洪當地熱鬧，講佢自家已經做到應該做嘅要求，實際本人檢議。為了要改善嘅種豬場啊，全部啲改拍鐵咧，我當然都要去看豬嘅，但係生嘢好粗。台灣土作煤化工廠嘅跳台村太太講，人質響度肉豬239副，肉牛2副，國家上節批嚟響進嘅畜牧歐洲樹、家庭歐洲樹做好排一批兩江嘅樹頭，河北河南嘅垃圾，還有畜牧歐洲樹嘅煤。那我們這邊是最後一站嘅啊，所以說你個斷了水閘門了哈，玩起來嘅時間，全部就斷咗嚟啊，所以經過一段時間。沒有下雨的話，哈，冇落雨啊，也水質就會變污穢。我們今天竹田鄉是有這個決心，就是有希望這樣子來處理。為了解決竹田嘅畜牧廢棄物，竹田鄉嘅畜牧業遊說團來到畜牛嘅畜牧場。
来做一撮凑细散的牛市，虽然无像主市按手微微，但是量度还系负担。经过游说团牵线，双方同意由项目业者在牛市本附近的柠檬产销班来做对配。差不多你那个柠檬，我们大部分差不多在15年，你用那个有机肥哦，差不多可以到20年。农民大家都喜欢这个还可以，但是条件就是要把这个堆肥送到我们田间里面去，它才有那个愿意要接受。方法袂歹啦，但是政府吼爱搁较积极替咱做，无你这物件蹲无路，你要环保要经济。对无？阮是做歹处理。屏东竹田历几年都申请国际慢上认证，但是项目业嘅饲鸟唔但将影响景观，树木咪会影响外地游客嘅印象。同了到头山嘅饲鸟转到田丘，农民使减少用化学肥，项目业者咪使迁到处理管土，虫草饲养。好，你看到养片哈，在影片之中，我们知道说，这个养猪牛产业在屏东呢，真的是在地的传统产业啦。民间呢，它开始在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政策之外呢，民间也开始翻转起来，做这个游说团，跟斗台游水团很马改了哈。在过去呢，民众对于这个河川的污染，大概都是做检举啦，难免会跟业者形成对立。那再有呢，这种水污的检举呢，一定要看到它实在排放的证据才能够开罚。所以呢，常常讲说这个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很难抓了哈。但是现在改变了，地方做一个翻转，成立这个游说团，以地方的社区、公所，还有环保团体，还有地方的村里干事、村民们一起来成立这个，就是好像是带着顾问、带着医生进到畜牧的前线，来为你的企业做诊断了哈。它的流程，当然首先我们先了解我们的畜牧场它里面的排水设施是怎么样的，怎么执行的。然后呢，如果不合格，当然就是进行劝说。希望呢也做媒合，帮忙把这个猪牛粪尿可以做去化，来降低你处理的成本跟压力。然后呢，如果真的都还不能够改善，就要取缔。那刚刚我们在影片就看到了我们竹田乡在地的乡长傅明雄，都土连抬杠哈，希望业者做接触哈，希望做得来好好讨论。我们来请我们的副乡长来讲一下，副乡长。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全屏东染哈，系全推歪有猪儿水豆改，我们也看到。屏东县有3个镇，21个乡，这些地区哪一个乡镇养的猪最多？前5名，用总捆头呢？那个竹田用第一次进入到前5大。现在我们竹田乡养猪的人变多了，猪只也变多了，所以这是不是形成你想要说跟地方来推动这个游说团，直接跟业者来认识了解，然后来进行这个辅导劝说的一个动力，或者是说必要性呢？先先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公所站在的立场是要辅导，也要说一个先劝说，一定是来帮忙我们养猪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说要检举什么什么，我不是要纠举你，我们是想友善合作。那个都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在养猪，当然你有赚钱，你应该有社会的责任，怎么去把你的东西排放的东西不要影响到别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养猪的过程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经过3段式，然后其他分离之后呢，我们可以介绍我们乡里面很多柠檬树，很多那个香蕉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把它引到农田去做回收。这次的游说团哈，我们屏东县里面就有3个乡镇，这个是带头来做。这1年来陆续都在进行，很多水族该都9年青年新必向该。又现走了哈，每个乡镇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游说团，它的成员都是来自，只要你是公民，你是村民就能够来参加。他们直接面对面跟业者来了解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产业来做升级转型哈。看看超就金哈，还有。这已经是在今年的6月哈，也是刚做完。然后这个8月底就是我们的竹田乡，刚刚副乡长讲的，他们也准备在酝酿，踩着这个之前的模式，是不是能够跟地方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做沟通？洪镇长，你是第2个乡镇有去做这个哈，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场的乡亲朋友讲讲看，你们游说团的进行过程中，觉得有顺利吗？跟业者这边的这个讨论的气氛如何？因为我们的态度很简单，我们就是要了解。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潮州村民去了解我们的业者他的
这个污染源的状况。尤其我们今天也来了，我们的伦东里的里长、9块里的里长都到了是，我们里长也出动，我们去了解，然后我们看到好的业者，我们的里长镇公所这边也会帮这些业者向我们的人民去当说明，说我们的业者里面的情况。是，所以我想，只要是好的，我们会帮他宣传。但我们认为我们会带着我们专家专业去，我们最专业去，我们态度就是我们帮你们的企业、帮你们业者做诊断潮州的明志溪的污染，不是只有猪来污染牛也有污染鸡鸭。人也有在污染是，所以我们找到那个源头，我们一起来讨论。去解决，对，是，谢谢。其实打开那道大门，也许可以化解大家对于畜牧业这种传产业的一些环境成本。不过，如果真的有跟不上时代或设备老旧、值得汰换的，就要更多的资源介入，才有可能转型更轻松啊。那我们的新皮乡长刚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没有办法去接受，因拢甲动作讲，我们是要来跟他们闹场。我们是要来跟他们抗议的，所以因的观念呢，拢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说民众检举，然后环保局的来处理，环保单位的来处理，但是就是民众检举跟环保单位来处理的这段期间，让我们的乡亲感到非常的纳闷。对，你在摆的时阵，臭味加整个原汁原味的，通通给你排出来。等到我们环保团体到现场的时候，足奇怪呢，水拢是清的呢，拢是好好的呢。是，那现在改成是游说团的方式。那如果说业者呢有接受你的建议，那很好。如果没有办法接受，我不晓得，我只是想请问，以我们地方乡镇公所的公权力，有办法让这个他们没有合法的部分，把它转成合法吗？因为乡公所我们开的罚单的这个金额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不痛不痒，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方向，先用游说团的把整个新皮乡辖区里面有17场，我们先做一个统计，然后把好的跟留校察看的跟坏的，我们把它列举出来，然后再邀集我们所有的业者，大家共同来探讨要解决我们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问题。谢谢新皮乡长。昨天唐向亲朋友来讲一下么？你对宪法道理答无所感受到嘅环境系嘛嘅？用嗰個用住嘛，都七家親戚也對我哋也冇寫講啦嗬。不過有啲同事主講個，本來咁想講，我哋啲頭擺環境，以前嘅環境可以專講潮水嘅，潮水舊水作嘅作下，米下呢攏有啊。而家咯，我哋啲資訊真是悲哀，有感覺無奈，真是一個污水的處理而太大價啦。就是講，你現在冇用住，30年後也可能幫冇辦法恢復。該向親也會反映。下交流道到我們蘭州交流道吼，就覺得有味道了，這就表示新皮鄉到了啊，所以我就覺得說，美好的過去的那個生活品質一定會有受到損害。而且我們希望業者，他們也是好幾十年來經營的。我們不是要抗爭，或者是要叫那種關廠。我是希望說配合政府，配合我們地方的鄉公所，能夠改善到百姓能夠接受，這才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我最重要的話。謝謝你的發言。我們來請曾經參加過遊說團的這個成員來做發言。我係新皮遊說團的團長。我哋處下去屯豬場嘅，對談嘅時間，其實我哋唔係反對養豬哦，我哋是講希望解決問題。我本身我係畜豬嘅，但是我畜豬嘅有冇我係豬屎水唔拉用，因為講冇處理都唔拉用，因為講咧我係自家有田，我係豬屎出來有冇都偷到我田當我田咧中間看萬年咧。田愛唔愛，一次個現實。我路屯做咧開關，多一些愛，我講唔係愛來當係主人嘅，唔聽你開嘅開關打開你都有，必須你搶毛藥啦啊！但是呢，一下呢唔係講搶毛藥，撞到俾人學主嘅人，他揀人鬧嘅，尤其係做村長，必須要嘛要接到電話，村長米是有嘅村長米是係乜嘅米？豬屎米啊！
吼，也主食米唔会输啊，拢安尼新皮的特色米的啦。有个学煮的头家，入米可以爱起来，对安尼地方咧无了解。但是安尼台地方吼，那家人有一多田，也田台奶，要经过万年后，要用过那条，安尼可以一类的去批对安尼。念了下哟，非常感谢。你看到去底下推翻那个。畜牧废水养猪牛的业者，他们的废水就是3段式的处理模式。刚刚相信朋友介绍很多。如果像我们养猪养牛，他们排粪出来的这个粪尿呢，首先要做3段，一个是故意分离，一个是厌氧发酵，一个是曝气处理。那为什么说这个废水处理哈，其实在我们养猪业者来讲，蛮大的一个成本，是因为它的耗电率啦。从处理的电费比例来讲，做故意分离，把干的跟湿的做分开，都要花掉16% 的这个电力。那这个厌氧发酵，其实呢，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让它去熟成，这个是不用发电的。但是呢，既然要熟成，你要等那个生菌去发酵，所以要静置，好，要耐心静置，给它10来天。最重要部分在这个曝气处理的过程，84%就是这个部分是要耗电量最大，因为它要用机器一直去搅拌那些粪泥、污泥，所以产生电力就会造成一个高成本。全部都处理完以后，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废水排放标准，才能够放流。综合刚刚湘欣讲到，为什么屏东平原长期以来闻得到猪便便味而没有办法改变哈？它其实有几个关键的原因，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屏东县有1700场，但是200头以下猪只的这个小场是占多数的，事实上来到超过40%。那小场的猪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的时代背景啦，因为那个它的养殖规模200头以下不需要水污染的防治许可啦哈，所以呢，它简单就是说比较用简易的设施来排放，所以。有将近1/6是原汁排放，那对河川跟环境的压力当然很大。那第二个关键呢，就是整个屏东可能就是真的好山好水，还有它的产业历史结构，所以呢，它的总养猪的头数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河川的这个容许的含量，所以才会这么的辛苦。那所以呢，现在拱斗就要把这个做翻转哈，最贵最耗电的这个曝气处理会产生高成本的，从这边我们就截取掉了，你产生出来的粪尿就把它转变成有机肥，它可以产生3个啦哈，一个是气，一个是液，就是水啦哈，一个就是渣，3种东西都可以做再利用，这样何乐而不为？所以可能还不该养偏哈，记得农民提出了个马个想法，公民人马个想法，所以谈染井福凤免，县政府又是怎么样做政策上的推动？看到沙仑河的河坝水变清，还是看得到新滨乡建工村的村长同安慰讲，2年来同畜牧业者结合大合，总算看到成果。本来看唔到遐个水，几条桥看唔到，本树诶唔迄个，下去一条桥看得到几条桥诶，遐个水啊，迄变呛诶，也走到转来诶。面对20年来引起沙仑河水头的5间畜牧场，详细排出无处理过的猪屎、猪尿列岛，造成沙仑河又臭又垃圾。新滨乡整个区讲排出来的2万多，竟然根本都起唔富，几经严重影响到地方的环境。按排的速度，你看上面养了1万多头，这边又养了3、4万头，加起来快5万头，比我们新滨乡人口那么多，还更多。那这样你怎么去清啊？而且它已经累积沉淀很厚。几乎变成类似人家那个阿拉斯加的冰河一样，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清啊，所以我发现很困难，只能请上游的业者发出他们自己道德良心。在畜牧饲料处理过程当中，大气阶段要用天机器拉欧洲内天料占的规个处理过程的8项，有的业者为了上成本，当这还忙处理后，只排落去河坝肚，造成环境污染。但是发起入社团的环保团体讲，在今年推广嘅猪屎、猪尿来做肥，也是发现本业者多的配的政策要较很配合。第一方面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二方面就是在找寻说对业者跟对居民都有利的方法，好，那就是说我们先释出善意，说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业者都赶走。你对你的产生的污水要安怎处理，你嘛要有一个方式。为了减少畜牧的废气温，屏东县环保局们希望用太长、带细长的方式来做沼气中心，向下发展。几个厂合起来，大概量大概有1、2万头就可以了，他们就可以来设一个这个处理的这个中心，它可以那个沼气发电，它才有比较有利基。
若新北乡今日竹田同潮州未相采成立项目游说团，由民间结合地方政府的力量，还有居民的顺手监督，来牵业者市场，不好把谁转到头牌的用。我可能养平安提让母体委现场搞那个周克任理事哈，这样子的一个游说团算是在公民行动的一个集合啦哈，然后也对于过去我们在处理这种畜牧业废水的一种新的一种革新方法。想请问这个照片是你提供给节目的哈，在这样子游说团透过地方公民的力量去跟业者做的接触、做媒合之后，你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用环保署的这个早育早扎这个计划当做一个药引子来推动，也就是把粪肥来提供农民。可是这个计划遇到一个问题，农民虽然过去有用这个的习惯，但是呢害怕太久没用了，不知道它的粪肥安不安全。所以这时候我们用畜牧游说团做诊断的目的是跟农民保证说，这家业者如果愿意来参加，那他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之后，他给的粪肥你可以安心来使用。所以这个的确在新皮乡多花了很多时间沟通，但是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小厂会做不到。其实我们这样跑完新皮潮州之后，发现其实小厂大部分他都会给他旁边农田使用，反而是中大型厂有个问题出来，超养。你养太多了，量比较多，比较一下难去化。然后再这样下雨之后，你冻不掉就让造出去。所以呢，我们就去协调这样的关系。协调之后，大家以为说很难做到，尤其沙仑河要变干净，大家说，再弄10年也做不到。可是大家可以看照片，今年包括国兴这样一个最大的企业，它都配合，然后呢，周边的它一配合，其他周边的厂全部大家要改善。现在除了一点点那个蛋白尿以外现在大家新皮乡第一次20年来第一次看到里面有鱼油清水。水会变干净，是因为那些猪粪废料就没有再往外排了，被拿去农地利用了。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100%，所以现在要比较扩大规模，就是希望来让说服农民说哪一些是可以使用，但这些必须要环保单位在这个粪肥的监督上要加强，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法之所以有奏效，看到不管是在潮州或新皮，过去有推动游说团的，有看到这个河水变干净的状况，但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模式怎么再加强，后续再继续请教你。那屏东县的环保局鲁局长，我也想请教现在超过250公顷的农地有这样做浇灌，听说这个是全台湾现在浇灌面积被鼓励使用最大的那而且它的减少污染量看到了，就如同刚刚呼吁我们周理事讲到的，它减少的这猪只污染排放量是有效的。所以从这个防治污染或降低污染的这个角度来切入，也是很希望这个粪变成有用的肥进到农地，有没有做过基本的普查？包括我们的农民到底有没有意愿使用我们业者的猪粪肥？还有做过普查，我们的业者有没有愿意来加强他们设备，来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猪粪肥给农民利用？主持人讲到的，如果这个肥分如果说是来入田，我们要有一些保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定了一些规则，就是它至少要厌氧10天。因为厌氧的这个过程，它在有酸化跟无氧的状态之下，它用病毒的部分它是可以去除掉的。那有机质还留下，那就是我们的肥分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审查，譬如说这个现在已经有59家了，现在到这边59家。那但是呢，我们还有36家还在审查，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是要经过很严密的。就是我们农政单位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专家，你要去审查畜牧场的什么就审查畜牧场它有没有达到这个厌氧这个设备都够不够其实我们也有另外的辅导团，辅导他们怎么去改善光是这个辅导团，我说亲自到这个畜牧场去辅导，是要穿着所谓的这个等于说防护设备的那个我们大概就已经办了200场了我想，如果今天不要把这个水排出去，而把这个水拿来做这个肥分利用，大家都很喜欢一定这个水产。当然，有些人是因为他要年纪大了，他这个要改一些设备，他就有一点，甚至他觉得说，哎呀，再过几年我不养了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愿意。但是重点是你要进到田里面，要怎么做，所以我们也辅导。
既然对农民对这个畜牧业者来讲，我原本的3段式设备，如果今天我不是要排出去挖给农民用，我还要有加强升级。刚刚局长点到说，加强升级是在哪一块呢？就是在那个要它厌氧发酵，要储存的时间要够久，这个，所以它原本的设备会不会不够用，会不会要改变？那这方面产生的这个成本，我想要请教一下中央的这个环保署啦哈，因为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开始政府部门的投资跟介入可能很重要。不知道说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来协助辅导业者，让他们自己的设备能够符合要把猪粪转换成肥分的那个部分。畜牧粪尿早役早扎农地肥分使用啊，事实上是一个3赢的政策。因为这个粪便啊没有排到河川里，就不会污染河川。那这个粪便里面含的有机物来做肥分，那就是我们的养分。那这个粪便做沼气发电的时候呢，又沼气的又可以做再利用，所以这是一个3赢的政策。这个政策事实上包括在欧洲的国家，通通包括德国、丹麦跟荷兰，全部都是强制采行这个政策，它的粪便都不可以排入到河川水体中，一定要去做资源化的利用。那我们中央环保署跟我们的农委会就是在全力在推动我们的粪便的沼气发电以及我们的肥分使用。是。那事实上，我们对这个一般的民众做这些工作啊，我们对畜牧业者是有很多的奖励跟补助的。有奖励有补助的。对，主要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环保单位对于这个你的早役早扎就有疑虑，我们先来做检测，看看你的早役早扎里面的成分有没有符合，成分有没有。这是要让农民安心。先安心。那你的早役早扎的计划书不会写没关系，我们的环保单位会补助你经费，请人来帮你写计划书，也会帮你检测你的设备。那你的早役早扎施灌到土壤之后，会不会污染土壤地下水？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定期的每年的来做土壤跟地下水的抽测，我们来确保我们的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我们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政策。业者们，你们听到一个新的政策，其实也推2年了啦哈，现在各个工具都齐备，你们听下来觉得你会想尝试吗？那你自己的厂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我们来开放倾听你们的意见。要参加早役早扎处理来说，对，应该是要政府先去辅导农民，他们要不要去用，他们要浇灌，应该是要先有农改会乡镇的。所以你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农民来跟你要肥，是不是？你觉得找不到那个市场？我4周围都有种田的嘛，嘿，要问他，你要不要灌一下？哦，怕就怕死了，他干嘛要灌？哦，我们听到了一个问题，先谢谢。所以农民会观望到底这个农粪、这个猪粪肥可不可以用？这是我们的业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来开放其他乡亲。好，这位举手的先生。谈了好多专家真的讲了很多头头是道。其实我们农民的困境没有点出来，没有帮我们解决，我敢讲绝对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请说。对，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说给大家听了你要求我们要做施灌，第一个，我们去给人家农户，第一个他要求我们去向他拿身份证，这个就是一个困难，诈骗集团一大堆，拿不到。第二个，你拿身份证是为了填申请书用的，是不是？对对对。好，请继续说。第二个，还有要我们去拿什么？地级誊本，在座的哪一位地级誊本要拿给我的？原来呀，这个农民要使用这个业者的猪粪肥，还是需要申请透过不过透过申请听起来是合理的，只是说那个程序上有没有可能是到底是让农民更加有信心，还是让农民没信心？我们再多听几位的意见，我们请台上来宾做回应。你每一个养殖户就是要一个平面说明图，放在你的养殖户的外面。我现在我这养殖户是养了多少头？我的处理面积的3段式有没有这种处理？你的排放口在哪里？你们的电话或者公家的电话，应该接受民众监督啊。是。你民众不晓得要怎么监督他。那我们这边今天来了很多我们种柠檬、种木瓜、红龙果、凤梨的农民乡亲也来谈谈，现在有机肥料可以用，不用再去肥料店买肥料啦，何乐而不为？那你们的犹豫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问题，也请举手来发言。我们先请这位。我的班有65个拢利率验证过啊，阮强调就是这个重金属甲这个农药残留，这个若验过，因为我含阮班人60几个，已经阮有透过阮有联系过啊，那这个处理会起来，阮较敢用啊，因为你这个若无处理呢，
阮的日验准拢总报销的呀。是，那就影响到你们的品牌形象。阮上重要，阮坚持的这个第二，阮的运金，因讲无要互阮无钱的用，但是阮农民种就是上欠工。哦，这个部分会当讲咱这个政府会当补助这个业者，把这个阮主要阮就是要用迄个咱的牛粪的啦，因为阮的泥网用这个猪粪无适合，哦，伊的咸度，伊的迄个阮的泥网的寿命会较低。好，我们先谢谢这位班长，请坐。第一个就是这个粪肥能不能用，第二个要运输要人力。这个问题我先来帮农民来问一下我们农改场的林博士，到底猪粪、牛粪还能不能像过去单纯时代那么适合拿来做农地浇灌？那猪粪经过这种故意分离的话，那个固态的部分通常就有这个有机肥料厂去做这个原料，去做这个原料。那后面的这个厌气发酵以后，我们所谓的这种藻渣，或者是后面的这些藻液之类的哈，那藻渣、藻液也好，事实上，如果单纯用这个去作为肥料的作物的肥料的使用的话，是不恰当的。为什么不恰当呢？因为它里面的含的养分并不均衡，所以我们在试验改良场是常常用这个当做某一种基底。譬如讲是说藻液来讲，我们在农民的这个田间里面。常常发现他们本身有种易肥，有做这个易肥，做氨基酸之类的。要做易肥或者做氨基酸的话，它基本上它都会先从这个抽地下水，这个是清水。所以你的意思说，那些猪粪要经过调味处理才能够用，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是比较符合我们作物的需求啦。是。那重点就是在说，比如说这个藻液的这个排放，我们是希望这个藻液呢能够去取代。我们农民朋友发电，然后从地下抽水上来的这个清水，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这个省一部分的这种电费，或者是我们达到节水的目的了。就在差在哪里？就是刚刚有农民朋友在讲的这个运费，或者是说这个补助的这一些。塑胶桶之类的一个是料，一个是输送使用的过程。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个农地肥分利用的专家，农民就最想问有那些猪粪有没有重金属的问题呀？破坏品牌。重金属，我跟您说，锌你大家都在吃锌锭，对不对？所以有什么毒的？铜，我的博士论文在宾州大学的话是做铜的，专门铜的，而且是活性污泥的铜。讲一句老实话，有很多的实证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最关切的东西，即将变加啦。这个里面都要回顾到老祖先的一些方法，为什么不去用？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大家现在来到这里的话，一定很多有环保意识的人。你用化肥的话，是把化学物质丢到你的田地里面去，这种东西的话，怎么可以？接受嘛？我们听到，谢谢博士。博士先请回之后，后续约再请教。那局长，我们现在局里面大概有几台这样子的水肥车或者化学槽车，可以来运送，来帮助农民呢？公所有2个公所的4台水肥车，我们现在把它拿来，他们没有用，我们就拿来浇灌，我们都是免费帮大家浇灌。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也有想到，以后你这样子浇灌都免费，那政府就要负担很多的这个经费了。那我们也希望。来重视这个问题，这有机肥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些这个补贴的啊。那我刚才这个林厂长他也就林博士来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有这个藻叶，主要其实是我们比较推的是藻叶的这个浇灌。那藻叶浇灌的这个部分，大概它肥料它可能还要自己再加其他的肥，但是至少它在有一些部分的氮肥跟这个水分的这个部分，它就可以帮助减少农民自己的这个负担。基本上来讲，那既然负担，我自己觉得慢慢推动之后，应该是农民自己要负担一部分费用。那现在以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台湾化学肥料，它有补贴40%，是，这是比较特别的现象。但是在农委会这几年的努力之下，从去年开始，化肥的补贴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就没有了。那现在呢，如果农委会的这个补贴，我们也在跟他们研究，如果这个补贴能够帮忙来做这个有机肥料的这个加码的补贴，那我想这样子大家才会
就更会来使用这个部分。谢谢局长。那刚刚消息有提个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环保署了哈。原来呀，这个猪粪的业者跟农民要合作的时候，要先拿到农民的身份证，拿到农民的地契。以前我们的小地主大佃农那么难推，就是很怕我这个东西身家财产都给了你之后还要得回来吗？其实那个民间的信任度其实是很脆弱的啦哈。刚开始的时候推动这个政策，大家会要求的比较完整，要求希望完整。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现在因为很多地方有不同的状况，有人是租用的，有人是代耕的，还有是自己的也不方便怕诈骗啊，也不敢把自己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简化这个所有的程序了啊，你不一定要自己拿身份证，也不必拿地籍誊本，只要是你本人确实我们就实事的，确实是来就做农地施灌的话，我们也会来予以同意，我们地方队也会来协助。哦，会有慢慢的进展。周理事，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所有的权利关系人之间的协调，那个难度是蛮高的啦哈。那我们听到，其实从业者有他的顾虑啊，一方面他在处理这种从粪变成肥的过程，他们要一些付出成本；对农民来讲，他们要用这个也有一些过程。你在游说团行建过程中，好不容易都说服了两方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块需要怎么样公部门的资源挹入，或者说你觉得在包括他输送带也好哈，这个制度的建立，你觉得是有哪一些建议的呢？最主要之前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用办说明会的方式邀农民啊、业者来谈，可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做一家一家这样去走，而且事实上顾问公司也好，地方环保局也好，人力是不够。好，农业处更是在这样一个很少量的状况下，就没有把一些细节的问题逐渐出来。好，譬如说你要用水肥车，也有个问题，有些车开不进人家的农路里面，如何交换？好，那我们林厂长又提到，是不是应该补助那个调肥桶？好，因为有时候也不是直接就浇灌了，你可以先放到桶里面，你还可以调提其他的肥。像这些农民实际遇到的问题呢，在这部分可能要再做一次更周延的检讨，以及先初步用一些补助的诱因，让畜牧业者跟农民呢可以双方合意的出来。先想做嘛哈。对，所以现在问题倒不是一些技术面或理论上问题，而是现场沟通执行面的人力跟经验的人太少。太过少，所以变成如何去让所有的业者跟农民合意的愿意来去完成这个使命啊，就时间会变拉长。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最欠缺的是怎么样来训练、培训这样大量的人。好，坦白讲，像我们现在就在做这种事，可是我们就人很少。那我们也期待上面人来配合，大家都是这种或者各个乡镇公所应该自己也要动起来去爬书。像我们高县就是乡镇公所的搭配，才让这件事顺利的推一下。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记者下乡做的访问。所以糖业者还有农民，记得有哪条话要讲？最主要还是经费部分，有一些小农的话，他不见得就是他真的经费很足够，要大厂带小厂，好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养猪的那个环境都改善起来。如果要去做浇灌的话，农地要很大的面积，那目前这些农地要能够用来使用的面积还差很大，那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政府必须去设法，好的，因为农地要浇灌是要经过申请，因为怕说这个如果造成环境污染，这会对我们也是一种环境伤害，所以在农地的使用浇灌这一些必须要面积要扩大。这也是问题。我们屏东小厂、中小厂的很多，所以你做不起来，又要解决环保问题，你一定要设那个沼气中心。你没有沼气中心，你做不起来啦。运输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运输就是谈到钱了，钱你要靠政府来补助，你没补助你那个运输费用，油罐车来一台要多少钱呢？很贵呢。我们养猪的赚的都给他们就好了。这个叶子很可爱那这样子我养猪赚的钱都给他们好了啊，我就也没有利润可图。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猪粪变黄金，其实真的就是如同来宾所说，是三方三赢呐那看到其他在整个转换过程中，把粪尿变成肥料，再省下成本，然后更重要的是赢回了最可贵的环境成本我们先请我们养猪协会的这个前理事长。我目前的水质刚好昨天我们郑教授刚好到我家去。昨天我用我们家的水沟的水是清澈的，
我们的排放水是清澈的。对，畜牧场排出来水是干净的。我们昨天也给好几个到我家去的朋友，有没有？我用我家猪排放出来的水，还有我的排放水，我拿给他们闻，是没有味道的。如果今天大家可以做到这样，是好事啊。问题这要花很多钱呐。好，要花很多钱。请告诉我们，那个过程是要怎么处理，怎么样耗你的心力的？我刚才不是有一个图吗？就是在厌氧发酵的部分哈，其实在厌氧发酵的这个部分，像我们的厂至少都要20-30天呢。哦，放那么久。那如果说今天发酵到20-30天的话，其实出来的水已经是透明的。也谢谢我们农改所的林永宏博士。对，林博士。林改所在这几年也协助了我们去。这一些农民到我那边去参观一些种植的香蕉、柠檬，还有其他的一个作物。其实猪的粪便现在只是说你变了藻液、变了藻渣，其实它合起来还是猪粪呐。其实我大家再呼吁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从事做事的这个种植的农民的话，说真的。不利用这一些肥分来浇灌，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听到你的意见了，谢谢。我们请养猪协会的总干事。河川的污染源，主要的不是畜牧废水，而是民生废水，这个大家听清楚。因为这个问题不厘清，造成社会对养猪业我应该这么客观的说了，河川的污染来源有很多，大家都是其一。那现在我们来讨论问题，没有人说是全部都是废物、畜牧废物水啊。所以我要加入的重点，畜牧废水，刚刚我们主席讲过，大家3段式处理后那个都已经没有味道。那呈现的是茶褐色，但是有些无聊的环保单位环保的人士啊，就把那个茶水式的那种说这个是毒水，在网络流传，所以刚刚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用来早茶才会浇灌？因为有些农民看到那个消息，哇，这个是毒水。总干事，我先请教一下一个专业问题，之后你自己懂的啦哈。这个3段式的废水处理，其实很早期的，可能20-30年就开始建厂。这些废水处理设备会不会老化？会不会有过时的问题？要怎么升级嘞？这是问题所在，就是它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且早期农委会环保署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是符合当时所需。对呀。那时代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目前如果说排放标准的话，像我们张主席那一个，现在排放标准都变高了，可以放到20-30天以上的，那个都可以达到排放标准。那总干事，你的协会这么大，有上千个会员然后你怎么样让会员之间把他们的设备可以无痛升级，然后慢慢的做更好？这个是环保署跟农委会的事，这个我们协会没有公权力他们有没有跟你反映说，我都处理不了？也只是人民团体也是负责说环保局交代我们。去宣导农委会交代我们宣导我们去做。那我再请教一个新问题你的那1000个会员，他们有没有讲很愿意来配合早早渣的利用？所以我第3点要说清楚的是，没有所谓猪农不愿意做的问题，他们都愿意，这是好事嘛。他能够把他们的废水拿去使用那他们解决心头大患，何乐而不为？你说你的业者都很愿意做这个好事，农民怎么想？你请坐。我看到后面一个小姐戴眼镜，笑眯眯一直看着我们总干事，我们来请她来发言。请问你是农民还是？我不是农民。对。那自我介绍。对大家好。那我是代表我们禅寺，今天呢有话要说。最近因为也不算抗议，就是呢提出我们环境的被破坏的污染很严重，就是噪音还有那个臭味非常的严重。请问你们闻到什么味道？猪屎味非常的浓。在哪里？在伦敦里。那它不是在白天，它是在晚上7点到隔天。我在想说，2000头应该有什么基本的设备对废水的处理？我想，今天有话要说，也希望呢，各位长官给我们的支持。这位先生跟后面来，我们先请这个穿黄色上衣的。目前，俺的屏东县，俺的喺土路方面，包括俺的新皮乡，
占有一般拢係同床地，也嗰度係租賃，也嗰度容易嗰度走私嘅，吼。嗰所以個部分係咩？是哋每日方向去同加強同努力，同同窗一邊來交流，係咩講同一個租賃嘅部分來做啲灌溉，好呀，你係咁啊，謝謝。好，那位先生。竹絲米同竹絲寮嘅兩間係，每擺看到係都翕相，翕嘅同環保局講，環保局早晨提講下晝人來都差唔多年頭，是在影響我哋居民生態生活品質，針對一個豬糞係用我哋農田我本身係有機農戶我哋對重金屬有要求，銅跟鋅的含量，雞糞是鋅的含量很高，豬糞是銅的含量很高，假使要用在農民，一定要經過檢驗，而且這檢驗的費用也不便宜也需要政府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希望我們的生活能更好。這個豬糞跟豬屎的那個味道，真的是困擾了我們很多居民。局長，其實現在農民需要是在更多的說明、更貼切的整個政策，讓他們知道這個可以使用，而且這個使用的管道要在更地片。收羅到今天大家意見，你們能整理一個具體的回應，就是說將來怎麼樣協助業者方跟農方在這做密切的使用。簡單的講就是厭氧發酵10天之後，它在病毒的這個部分，以前我們早期就直接澆灌了，現在厭氧發酵之後10天，它可以它等於說那個病毒部分是就沒有，有機質還是留下，所以對，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今天有帶藻葉藻渣來我們還不是說你直接澆灌就好了，我們還有規定，它必須要在1個小時內下滲。就其實的怕說，還有一些有機質經過一段時間可能會發酵，所以這個也要規定是這樣。我們整個費用。局長，稍等一下，我打開了也見到我的手，哇，好精彩！我們的農民朋友，這如果說要澆灌在你種的檸檬跟鳳梨上，有沒有興趣來看一下、研究一下它？那可能要他來聞一下藻葉，藻葉哈，沒有關係啦，反正有沒有我們就事論事希望說那個不好的東西能轉成好的東西，那是最棒，也希望說各位專家能研究，希望能把我們新埤研究一下是，如果是哪一天我們新埤鄉要是說沒有癌症的居民的話，那我相信我這包來去賣應該有錢。這是什麼味？這個是新埤味，新埤的米，也係乜嘅米？我哋來嘅時候，有冇空氣壓個都爆嘅？也都我哋新埤米，也都竹絲米。萬一那年有冇我哋新埤用係冇破片嘅冇癌症的年嘅時間有冇？相信要保了賣錢。局長，我這樣具體的請教好了啦。現在你剛剛講的那套過程，相信大家心裡已經有一些共識。但是怎麼樣透過更多的人力、更綿密的政策去做實際的媒合？畜牧業他們其實都有興趣。對。那現在重點是農民在觀望。對，農民他們那個我所以說像這樣子的節目，我們非常的感謝因為透過這樣子，至少讓大家知道，其實藻葉藻渣來澆灌其實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我們這個屏東有15個這個河川巡守隊，我們的巡守隊主要做的是，除了河川巡守之外，現在他們都加入，有的就是直接他就是農民，他就來使用，那他們就做示範，他們就很容易就拓出去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有的是巡守隊隊長這些社區，他們就也會去游說更多的農民。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夠真正拓出去了所以這個游說其實不分公司，應該都是陸力來做。那位大哥，用這個藻渣藻葉去灌溉藻葉種出來的果子怎麼樣？很好啊，香蕉很好吃，很肥。香蕉也很好吃，那個什麼，錢啊，冇計啊，小河款上來，看你抄唔殺殺。是我們聽到了。好，還有鄉親朋友要舉手發言的，我們先給開放還沒講過的人。重點是我們政府有沒有把正確的知識交給所有大家的人？大家都是跟着新聞媒體在走，所以現在把矛頭都針對這些養豬戶。我想大家都必須這麼說，沒有矛頭針對養豬戶這件事情，是大家需要來合作轉型。比方說，糞便裡面的重金屬，大概在我講有意義的大概在民國100年的時候，我們在飼料裡面就調整了重金屬的含量。比方說銅，剛剛說養豬最高的是銅，從那個時候100多 ppm、200多 ppm， 現在降到只可能30 ppm。謝謝你。我們剛剛看到這邊舉手，我有購買超車的設備。
你有买车？对，还有做那个沼气发电的污水池，所以我今年要投资差不多大概1000多万。可是我2000头的厂要分几年才可以摊还得回来？是，因为我是想要永续经营，所以才一直在投资这个设备跟环保署还有我们环保局的政策。刚刚环保署说有一些低利贷款来优惠这个业者来做升级。这个贷款他们也要我们提供担保品，不是说直接去就可以用信贷，这样资金根本都拿不到，也是大家每个人都要提供担保品才有办法拿到的低利贷款。还要请那个公部门介绍那个，因为土地我一直在租，土地都租不到，因为如果需要土地，那个早扎早育都是要农田，可是一般对那个早扎早育的观念还没有很普及，知识也不够，所以请公部门媒合一下我们业者，按成本我计算一个月的槽车的运输成本大概要10万块，这我们养猪场一个月有净赚到10万块吗？是。非常非常具体重要的问题，周理事你也听到了，其实业者有心要配合。从新皮可以证明一件事，就是刚刚很多养猪业说的，3段式废水只要现场管理有做到，其实它水出来啊，真的是接近透明的，绝对是事实。所以我们看到画面上那个水变很干净。好，刚刚这个我们总干事不要误解，那个是沙仑河单纯就是只有畜牧废水排出来，而且证明了这8家业者努力做到，而且没有花什么大的经费。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是，只要现场管理做到8、9成的污染可以消减。我们现在不要求到100%这个做干净，先把8、9成做起来，让屏东的水质先减到这个位。至于臭味的问题，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大家的饲料配方不一样。可是有人就是可以做到不臭有的人还没有办法，这个部分可以慢慢来协商处理。所以今天的问题绝对不是互相指责就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不可以把实际在第一现场遇到的问题，该协助补助的地方，一条一条把它串起来。所以呢，我们在这边3个乡镇在做，没关系环保局如果你觉得我们自己做就好了，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们欢迎环保局来协助我们但是我们今天也证明，我们这样努力去推，也可以让业者跟农民还是可以有成功，让环保署推的早育早扎政策可以获得更圆满，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局长，今天这场听下来，那么多业者跟农民的意见，我相信这一些建言都是带回去要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吧。这个问题，当然我说过。这个要改善这个那个整个改善的部分，我们屏东环保局也跟农业处也合作，农业处他们已经有编了一些经费，包括农委会也来，这个设备的改善，农委会也来协助，环保署也有协助。那现在就是农委会协助会更强了，因为它的这个之外，它有按照农民的这个，你如果是农民资格，它有农民的这个低利贷款，有1半的这个可以贷款。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研究的方法，我们也都在推。比如说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牛粪，我们把牛粪呢把它压制成燃料棒。它后来我们发现，把它往这个地方来做，它产生的价值更高。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阻力，比如说，如果你这个要在牛粪最多的地方就是万丹，那你要用地的许得，它必须规定是要变更地目。那我们去年县长在院长来的时候，也跟他讲这个不合理，你要把它改变。所以我们今年3月。他们也可以开始，只要在农地容许使用，就可以做这一类的，只要农业资源化的这种利用，这些努力都是这个过程一定要做的。好，谢谢。我们听到，其实根本应该创合是该非常难得该创合因为双方都做在共同面对共同嘅问题上嘅解决。非常感谢大家嘅参加，大家嘅收看，讨论出多了，新闻大家再会。